Hello，各位同行家、音樂人，開工啦係嘛？係啊，我又開工啦。其實呢，我哋點解會咁樣稱呼你啦？因為我喺呢行呢，真係差唔多50年。50年內呢，我唱嘅歌、演出嘅地方、做嘅演唱會、電視、電台，哇！我自己一定數唔晒噶啦。無數咁多次呢，我都會同好多伙伴呢一齊合力呢，做好個音樂會，做好個音樂嘅演出。因為如果冇你呢啲行家、呢啲音樂人呢，個 show 係點會成事呢？咁到咗而家呢，我都係無數咁多音樂人好親密㗎，甚至乎有好多喺中年好聲音啊，佢哋參賽啊，撞得翻啊，有時去到一個酒店度唱歌啊，哇！原來後邊彈 band 嗰啲以前嗰啲 friend 嚟嘅，即係好多呢啲音樂人、音樂界中意唱歌嘅朋友，尤其係啲 K 啊，唱 K 嗰啲朋友呢，都啱嘅。喂，今次嚟同我一齊慶生啦，因為我有一個叫做70大 show 嘅演唱會嚟緊噶啦，喺5月初就嚟啦，一齊所有嘅音樂人聚埋一齊，重溫下我哋啲舊夢啊！